国家人权博物馆今日早起伫面册参访路平台放上一支号称浩浩台语课的台语动画影片，透过这个袂晓讲台语的学生囡仔去参加学校的台语社团的故事，要互大家知影语言变大，大家拢有平等发展的权利。到底什么代志啊？哦，发什么呆？跟食饭啊！就我不小心去参加台语社了啦。影片中的囡仔浩浩懵懵懂懂家己台语社，搁正做社长，袂晓讲台语，所互老师指派参加演讲比赛。国家人权博物馆头一摆杀出以台语文做主题的动画底片。动画的这个方式用一个较轻松而且用一个较日常生活的这种方式来传达这个重要的这个语言平权这个概念。我这孙吼，伊做台语社社长，煞袂晓讲台语啦，真歹势哦！你敢袂当互伊去旁听？故事的主角袂晓台语，落尾请教厝里的人，嘛反映出一家伙仔三代人伫无共年代语言政策下，受到什么款的影响？提过金马奖的导演王定玉讲，伊是将这批人甲因孙仔的故事真实展现，互大家来思考。讲实来就是讲。即摆大家拄着母语的问题，就是讲无咧使用，所以才拢袂晓用。无咧使用的前提就是讲，因为心态上对这个物件有一个轻视嘛。咱较早会感觉讲讲什么讲的语言会较有水准、较高级。其实咱若回到咱家己的母语，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使用自己的母语，同时就是说国家应该要平等的。来协助任何的母语发展的机会。影片嘛有一小段咧讲越南新住民咧教台语的情形。馆长表示，这支影片背后想要传达的，就是任何语言的发展拢应该会平等。希望大家收看卖影，认同家己的母语，是一项真重要的代志。记者陈雅文、林旭凯台北报道。